来看高雄有一个民众砸现金100外万去邮局讲要汇钱，不过这邮局的人无当面确认纸票的数量，卖手点点的甲讲减一捆10万块。这民众报警查点到调监视器，才发现这邮局的人家己脱车，家己落落去涂骹，这金价才会点袂对档。 汇钱的时阵，若发现钱有减，正常人拢想要赶紧厘清状况。但高雄凤山一间邮局煞态度消极，引起争议。10月3日下晡，一个准备要买车的民众摕现金138万2000块去邮局汇款，但行员无伫民众面头前确认数目，直接去后壁点钱，想袂到点煞竟然减10万块。于当日16时50分许前往邮局汇款时，因点钞后的现金数额有误，因此希望警方协助陪同前往邮局调阅监视器。由于该时段也是邮局下班时段，因此警方不于隔日派人前往邮局厘清。10万块毋是小数目，汇款民众当场就要求调监视器，行员甲邮局煞态度消极，表示要报警才会使调。去甲民众只好报警，隔天调监视器，竟发现规沓10万块是行员无细意落伫涂骹，搁踢入去桌下骹。警方有来调阅。 整个过程是没有故意的情况，这个部分是我们确实有疏失。因为如果说有10万块有这样的一个争议的时候，我们本来就是可以依规定可以马上调阅录影带来进行查证。 邮局会室咧表示，照规定，行员应该先当面点钱，调邮局监视器嘛无需要先报警。可能是行员9月底才缴完育婴假回来，对业务流程无够熟，毋是调工的。已经对行员甲相关主管发函纠正，嘛会列入考查，希望莫阁有同款的代志发生，引起误会。记者陈焕武、柯正俊高雄报道。